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赐予我们生命和一切美好的一切。我们敬畏你，也赞美你伟大的能力和慈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爱你，并以敬畏之心遵循你的旨意。求你赐予我们智慧、信心，并帮助我们能爱人如己，靠主常常喜乐。要因救主耶稣而欢喜，求主纪念我们，让我们能真诚地迎接你的到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你的人，我在真理爱的生活当中享受子恩的美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敬拜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信实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圣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终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循环，在中有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循规运行，天地宇宙万物皆同作见证，说我这心是慈爱永恒。你的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终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使我永平安。你曾与我结心，安慰福愿，日日降临，更使我光明美盼。你配赐我恩惠，丰厚无限。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终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
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第8篇1到9节，诗篇第8篇1到9节，在旧约544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来，我们一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以上，接下来我们的公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印度洋国家马尔地夫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树林约翰堂、陈信成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暑假即将到来，有好的时间运用及学习来祷告；也为今年暑假后升级新学期及新学校的儿童及青少年来祷告。愿主赐他们新的展望和学习。接着，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导人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圣道里，今课我们请蔡善友弟兄为我们攻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箴言第8章1到4节，22至31节，在圣经旧约682页；第二处在罗马书5章1到5节，在圣经新约168页。第一处经课，箴言第8章1到4节，22至31节。聪明岂不呼叫？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在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大，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圣经168页，罗马书第5章1到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谢谢上游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德记2章1到17节。路德记2章1到17节，在旧约263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学了恩，就在学的身后拾起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拿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属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部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远程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来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并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不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刺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一个伊法大麦。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毕业生祝福。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伟牧师。借我施恩福，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诗班唱这首歌，也印证我们今天要见证的这几位我们从神学院结业或是毕业的我们的这些的姐妹们，这3位姐妹，她们在礼拜五、礼拜六都安排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当中，他们也拿到他们的一个神学的学位。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些的这个学术或是学问的东西，跟实作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落差？因为有很多人也会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大学念完了，不见得在工作上面、职场上面会真实的用得到。但是这是一个肯定跟一个让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的一段过程。那也期待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服事上面，他们也这样的心态，专心的来学习，无论是学新的事物，或是新的服事，或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都让他们能够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就像他们在学校的学习一样，是那么样的认真。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为我们有3位在这2天，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也让大家来认识跟知道，我们在这当中常常为他们祷告跟关心。那也培育了他们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经历过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服事，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的语言的训练或是学习的过程，都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我们要请这3位的我们的淑妍传道，还有肖玉华、李迪华2位义务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跟祝福。我们请淑妍还有请这个内举不避亲，这是我们家太太好，这个迪华好跟各位来介绍我们这3位我们的淑妍传道是我们的在圣光在我们这里的实习生。那他在这边有2年多的时间，那一直在我们当中。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中文，然后以后要回去他的中文部来做服事。那今天他的家人也都来到我们的当中Pastor, your family， 好，这是淑妍的家人他们特别来为他祝贺，谢谢。好，所以这个我们的淑妍传道马上就要回到印尼去服事，我们为他祷告。那中间这个就是我家的师母了那请大家也为他来关心希望他可以这个在服事上更加得力。其实学习是让服事更加得力。还有我们的迪华也是跟师母这样5年的学习好，那其实义务传道意思也是就像义警跟义交一样，就是当牧师不在的时候，请他们能够来做一些的协助或是帮助一些的服事。那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教会的这些的义务传道，还有我们的实习传道来祷告，求上帝来带领。那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已经有神学院毕业的我们的同工们，那他们也都很这个叫做用心的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的服事。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些教导上面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服事的同工，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们配得更大的尊荣。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未来的服事能够更加的蒙恩。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来为我们的这3位的这个实习传道跟我们的义务传道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这3位同工来献上感恩，谢谢你让他们从神学院毕业，他们拿到他们的学位，让他们能够在服事上更加的得力。愿你施恩来看顾他们，无论在公开的服事，或是在私底下的侍奉，都蒙你的恩典，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牧养的技巧跟能力，还有心中的这样的巧妙，让他们能够来牧养主你的小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纪念我们从印尼来学习的
熟言传道，让他回到他的家乡之后，能够将他所学习的，能够在他的家乡当中来运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的执事会友要致赠我们的3位一个礼物哈，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副主席，我们的建英姐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赠送礼物啊。好，淑妍一直都在服侍我们的年轻人了哈，所以我们也为他们关心祷告哈。好，谢谢。好，这是我家的师母哈。好，还有我们的迪华。好，谢谢。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他们哈，进入服事当中，谢谢。好，请回座，请回座，谢谢。好，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关心我们的神学教育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培养更多的传道人可以来服事主。所以我们也许不一定可以到印尼去，但是上帝特别把这个印尼这个地方的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们之后，让他们回到家乡。所以我们愿上帝祝福，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不能当宣教士，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宣教的事工。上帝来祝福我们，谢谢。接下来正道，今天讲员是陈淑媛，陈传道。那今天传讲题目是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我们请陈传道。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感谢主，今天我还是有机会，在中文中派会讲道，感谢牧师一直那个就是安排我在中文堂讲道，这个是祝福。虽然我每次要讲道的时候，感到紧张。特别今天也是我感到很紧张啊，太多事情要想。最后一个星期在那个学校还是要最后一个交功课，后来还是有对社会，后来也是有毕业典礼，那现在要讲到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今天是第5次在这里讲到了。那请问我第1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第2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第三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第3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不要想，不要想。我不是要给你们考试，也是你们不要就是我跟你们开玩笑的。为什么？如果有老师，如果有牧师这样问大家，那你会知道，那不是好的传道，那不是好的老师。为什么？因为每个星期大家都已经预备心来，要听新的信息，对吗？不是要想一想以前的信息是什么呢？但是大家已经预备心要听新的信息，对不对？真的吗？真的吗？真的预备心了吗？预备心了吗？OK， 好，感谢主。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上个星期就是上个月的讲道跟今天的讲道有关。就是上个星期我讲关于母亲节，因为国际的母亲节
就是每次5月份第2周是母亲节，国际母亲节，但是国际的父亲节就是6月第3周，刚好我今天的讲道就是6月第3周，所以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就是国际的父亲节，拍手哦！我理解大家好像是什么日子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才知道台湾原来有自己的父亲节，就是什么时候？OK， 理解。但是我在印尼跟我的先生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使用的就是国际的母亲节跟国际的父亲节，所以今天那让我给大家分享在印尼的父亲节的味道。好，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感谢你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渴慕听你的信息，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脚前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你的真理、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你想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谢谢主耶稣，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的家庭，我们需要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施恩，使我们跟我们的家庭不断的经历到你的慈爱，你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成为荣耀上帝的家庭。谢谢主耶稣，我把一切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那因为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也是因为我的家人是在下面参与今天的崇拜会，所以今天的 PPT 也是有用有中文跟印尼文，你们如果想读印尼文也是可以啊，没事。OK， 好，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menjadi pria yang takut akan Tuhan。大概是这样的印尼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听到，就是鲁德记第2章第1到第10节，鲁德记第2章第1到10节。路德记是很短的，在旧约很短的一卷书，这有4章，但是很奇妙的是，在4章之中有1章用来描述一个男人。从4章之中有1章用来藐视一个男人，是谁呀？对呀，他叫波阿斯。哇！如果从4章哪一章藐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很重要不重要呢？我们圣经适用的资料很多吗？很多呀！从4章用1章描述一个男人，表示那个男人很特别的。那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我比较像男生讲道。那妇女呢，不要回家呀。那你们还是在这里支持男生跟这里的
就是这里的丈夫还是这里的孩子。所以今天虽然我对男生说话，这个经文关于波阿斯，我们要向波阿斯学习怎么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那我们要看波阿斯有什么特质呢？波阿斯的名字它有意义。波阿斯的名字的意义就是在它里面是力量或灵巧，他在里面是力量或灵巧，所以波阿斯是有力量的男生，他是很灵巧的男人。哇哦，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原来他的名字很适合跟他的品质，就是波阿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称为很灵巧的男生，他称为很有力量的男生。为什么？我们从哪里能看得见他是有力量的男生呢？是因为他学习，OK， 是因为波阿斯他训练对自己对所拥有的责任负责任，就是训练对自己和所拥有的负责任就是那个是波阿斯是这样的。所以波阿斯训练自己怎么负责任，对自己对他所拥有的他学习负责任，这个很重要的品质，负责任是很重要的品质。他不是乱来做他的事情，他跟他的同工在他田里的工人，他建立很好的关系，他很热情，不是好像一般老板人，他们很骄傲对他们的工人，对不对？他们有的人称为老板，他们对他们的工人很凶啊，常常骂他们的工人。但是波阿斯不是这样，他很温柔对他的工人，他使用很好的词语跟他们说话，不单单用很好的词语，但是他也祝福他的工人，他公平的对待他的工人。波阿斯也是他处理一切事情，他注意每个事情，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马上觉悟到，所以他不是好像老板你做吧，我不要处理什么事情，我不要知道你要做，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但是他一直注意在天里所发生的事情。那透过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能够看得到，怎么他也是觉悟到，当有一个新的人来到他的天里，他叫谁？有一个女生来到他的天里，她是一个新人，她叫什么名字呢？路德。路德是一个陌生女生，但是那天当他进入波阿斯的天里，波阿斯马上觉悟到，有新的人啊，是谁啊？他问他的工人，所以他的工人说，那个是拿俄米的女婿。后来，因为他知道有新的人，波阿斯怎么对待路德呢？他还是以热情的心对待路德。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波阿斯能够学习，
就是他训练对自己和所有的负责人。第二呢，他也善用机会做最好的和达到最好的成果。他善用机会做最好的和达到最好的成果，所以他使用他的力量，让他所做的给很好的结果，给很好的成果。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像博士这样，向博士学习怎么成为这样的男人，就是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请问，这里的男生是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吗？是谁呢？可以举举手吗？哦，太害羞了，不敢。哦，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学好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啊，大家太前辈了的。那，但是可能也是有男生感到，哎呀，对啊，真的，我还没有拥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能干，所以我不敢说是我。但是，请问大家愿意吗？向博士学习怎么成为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想学习吗？愿意学习吗？对，那所以如果说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是谁呢？那他男人说是我，好吗？好吗？还没有信心呢，那说这样是我，那比较有信心吧 ？OK， 那我第一次问大家，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是谁呢？牧师，牧师的教会的男人是这样的呀。OK， 大家，对，可能是我们没有信心，好像是，哎呀，我没有那么好，好像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怎么把握自我管理，是我现在好像是我的生活也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你知道吗？成为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不是一眨眼能够发生的。但是那个是几年、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训练自己不是一两天，但是几年。可能大家的父母训练你们几十年了，让大家能够成为一位能够负责任的男生。所以大家，虽然今天可能大家感到啊，我还没有把握，还没有学到，但是保持想学习，成为这样的男人，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想学习，成为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我们能够依靠上帝，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大家，好吗？再一次啊，如果大家愿意向博士学习，一直学习，向上帝求大家成为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那大家以祷告的心说：是我，好吗？再一次啊，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是谁啊？3次够了，OK， 好。第二呢，大家，我们怎么跟博士能够学习什么呢？第二，博士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他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哇！弟兄姐妹们。好名声是
波阿斯的产业。好像在那个箴言22章第1节说，好名声是超越什么？超越我们所有的财产。所以好名声比我们的财产贵，更贵。所以波阿斯理解这个真理，这个道理，所以他一直守护他的好名声。他决心守护他的好名声。他怎么守护呢？他的好名声就是第一，他建立他的好名声。波阿斯的好名声不是有人给他的，我给你一个称呼，你是很好的男人啊，不是啊，但是他自己建立他的好名声，就是透过他的生活的习惯，透过他的生活的方式，他建立他的好名声。所以波阿斯周围的人知道波阿斯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跟波阿斯周围的人问，你知道波阿斯吗？波阿斯知道啊。波阿斯是什么样的人呢？哇，大家一定听他们会说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他们一定会说波阿斯有很好的事情。他很好的男人呢，他很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他对他的工人很好啊，他关心，他对陌生人也是，他也是很热情的。大家会说好的事情，那表示波阿斯有好名声。后来我们也是透过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因为波阿斯是建立，他是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他也是能够珍惜好名声。因为他自己决心守护自己的好名声的男人，所以他也珍惜其他人的好名声。当波阿斯听路德是谁，那路德从他的工人听到路德是很好的女婿，他为了陪他的婆婆来以色列，所以他愿意离开他的家人，他愿意敬拜拿俄米的上帝。所以呢，因为这样，波阿斯也是能够珍惜路德好名声。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很爱守护好名声的男人，我们一定也是能够珍惜其他人的好名声。我们也是很喜欢如果其他人有好名声，我们对好名声有看信心。我有好名声，其他人也是有好名声，大家都好了，大家理解吗？但是如果自己没有珍惜，没有守护自己的好名声，对其他人也是不会有感心己。弟兄姊妹们，因为他听路德的好名声，所以波阿斯他更热情地对待路德。他说对路德说，你不要去在其他的田里收据麦穗，但是现在在这里你可以拿你需要的。后来他也对那个什么工人们说，你们注意啊，不要伤害路德，你要好好保护他，你要跟他一起工作呀，不要让他感到羞辱，不要羞辱他。后来他也跟工人说，你也要邀请他跟你们一起喝一起吃啊。他自己也是欢迎路德一起吃啊。当休息的时候，路德叫
波阿斯叫路德来这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一起喝。哇哦，大家能够理解吗？当路德面对有这样的男人，虽然路德对波阿斯是陌生人，但是波阿斯那么热情的对待他，路德身为一位陌生人，他会感到什么呢？哇，他感到被爱，他感到被关怀，他感到很感恩，所以他在波阿斯见面，他夫妇下拜他。我是谁呢？你那么关心我？大家理解吗？有一位决心守护自己的好名声的男人，他会珍惜其他人的好名声，他会好好对待其他人。所以透过波阿斯的所做的对路德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以后我们知道从路德记，路德成为波阿斯的太太，但是当他还没有知道的之前，他已经对待好路德。大家理解吗？有的年轻人，如果我喜欢那个女生，才做好的事情对待女生，对吗？这对那个女生对待好，但是对其他的没有啊，很凶啊。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我要追求那个女生，我喜欢的那位女生，所以我对她那的女生问好，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帮助你呢？什么什么？其他人，你可以帮助我吗？自己做呀，我很忙啊，你知道吗？但是对波阿斯不是这样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有想要的事情，所以才对待好路德，没有啊，他很真实的对待好路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家理解，这个是跟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个是波阿斯的价值观。那所以呢，后来当路德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波阿斯的好名声跟路德的好名声变成越来越很好听的，所以就是波阿斯发展好名声，不单单自己的好名声，但这也是他发展路德的好名声。哇哦！所以如果大家问波阿斯是谁呢？哇，那个是很好的男生。路德呢？哇，那个是波阿斯的很好的妻子啊，是这样的。哇，他们夫妇很配合，他们都两个有很好的有好名声，所以他们很配合的一对，哇，对吗？大家是因为为什么能够这样发生？因为波阿斯他发展他自己的好名声，他也是发展路德的好名声。那请问这位的男人们，你们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吗？请问你们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吗？是我。对，大家，那就是我们有三个事情能够要做的，就是建立好名声，珍惜好名声，发展好名声。所以我们的好名声是超越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的好名声是我们的财产。那这个圣经所教导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守护我们的好名声。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学习了，向波阿斯学习两个事情。第一呢，我们学习怎
成为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第二，我们学习成为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这个两个品质很重要吗？很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你知道吗？有第三者的品质，最重要的也原来变成这两个之前的品质根基。第三的，波阿斯是一位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他是一位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波阿斯能够学习，他怎么不单单是使用一个名字描述他的信仰，但是透过他实践他的信仰，他告诉其他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波阿斯对他的工人们一直带来上帝的祝福给他们说。所以每一次他见他的工人们，他带上帝的祝福给他们说，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所以每次他的工人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工人能够看上帝，原来上帝祝福我，透过波阿斯，上帝祝福我。所以他的工人们知道，他是爱上帝的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后来波阿斯怎么能够描述他是敬畏上帝的人呢？他怎么实践他的信仰呢？第一，他依靠上帝做规划，所以当他规划他要做什么，他依靠上帝。第二呢，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做一所有的活动。每天他要做的活动，他依靠上帝的带领，他求上帝的带领。第三呢，他尊重上帝比尊重任何人，包括尊重自己。哇，这个很佩服的男人，他尊重上帝超过尊重人，任何人也他超越尊重自己。所以真的他把上帝是最高的地方，他给上帝最高的位置，在他心中，在他生命中，上帝是在他最高的位置。后来他也一直觉悟到依靠上帝的需要，他不单单当有问题的时候才求上帝，但是每时他求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恩赐，上帝的祝福。那最后呢，他与上帝相交变成生活方式。所以他不是单单成为3次祷告的信徒，就是我3次祷告向上帝祷告够了，不是。他随时随地与上帝相交，所以与上帝相交成为他的生活方式。所以因为波阿斯做这样的事情，周围的人能够知道他是一位实践信仰的男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要向波阿斯学习，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直与上帝走路，往前走。我们要向波阿斯学习，怎么在我们生命中一直承认上帝是我们的生命的祝福的来源。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上帝，我们要求告上帝。那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让我们能够
给其他人祝福，让虽然可能是周围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认识上帝，但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他们会感受到我们很尊重上帝，我们是依靠上帝的人，所以他们也是对上帝有感兴趣，他们也是对上帝想认识、想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波阿斯是一位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所以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不是普通的生命。他的生活能够影响很多人，所以呢，我再次跟大家说，当波阿斯是一位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当波阿斯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是因为他与上帝相交，他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很尊重的上帝，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事情烦恼。我们比较喜欢能够有看得出来的品质，就是你是很负责任的人啊。我能够看到从你怎么完成你的工作，从你完成你的责任，我能够看你是很负责任的男生。我们可能是比较喜欢其他人说你是有好名声啊，大家说你是很好人啊，我们很喜欢这样。但是本来是第一跟第二的品质是从第三个的品质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积极实践我们的信仰的人。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基督徒，请问我们是否实践我们的信仰呢？在我们每个方面的生活，我们是否实践我们的信仰，是其他人能够知道、理解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今天我学习的是怎么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呢？就是第一，我们拥有自我管理的男人，我们是一位决心守护自己好名声的男人。第三，我们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请问，一位积极实践信仰的男人是谁呢？OK， 好，感谢主。大家，这个是我的家人，我的先生跟我的2个女儿。我是用最近的照片，就是因为昨天是我的毕业典礼，所以我是用的最近的照片。这个是我们的一家人。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关于父亲节。就是我的2个女儿，他们想是谁啊？他们的面孔像是谁啊？像爸爸，对吗？没有像我啊，对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像爸爸？因为他们从我的这个肚子里，他们已经很羡慕他的爸爸，好像对。所以，对呀，我的2个女儿，她们都像爸爸。那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曾经表达，也是他们曾经说这样的。第一个女儿也是第2个女儿曾经这样说。我是用他们的说的是这样的。
我用一句话为他们说话呀。That is my guiding star, my first love, and my forever hero. Yeah， 就是他说，这个是他们说的，写的呀，就是他们说，爸爸是我的引导的星星，是我的第一的初恋，爱恋嘛，是我的永久的英雄。哇，他这样对爸爸说，感谢主，希望他们还是继续这样感受到爸爸有这样的影响，这样的价值观。那个是我的女儿对他们的爸爸这样感到的经历的。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我希望在这里的男人，在这里的爸爸们，在这里的丈夫们，能够也是成为他们家人的祝福，是他们能够说好事对大家说。大家有信心吗？哦，有信心，好，那我要请师母请来到前面来。好，耶，师母请来。那这个是第二个照片，是谁啊 ？OK， 牧师站起来呀。OK。师母，我的女儿们，她们已经称赞他们的爸爸了。那我想问师母呢，师母你可以说一句话、2句话、3句话，关于牧师的优点，不要说不好的，我知道，不要说不好的，说牧师的优点。那牧师成为师母的丈夫，不是身为你的牧师啊，作为师母的丈夫，他有什么优点啊？请。好，那我讲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属灵的部分，像我念神学院也是，常常会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题目啊，或是问题，但是很谢谢他，这是我的字典。他常常会教我啊怎么去写。然后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然后第二个呢，是在那个他在那个辅导的部分也是我的督导啦，就是我在陪伴或是在协助关心这些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碰到状况的时候，他也是我很好的帮助。然后另外在生活的部分呢，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他都会帮我买早餐，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的时候，就看到他马上就这样碰，人家门这样出去。那其实冬天很冷，其实我也是很心疼。有时候很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我自己做早餐了。所以要很感谢上帝赐我一个很好的良人，所以谢谢上帝，也谢谢我的可爱的老公。感谢师母的见证，谢谢牧师，再见。OK， 好，感谢。所以大家很羡慕师母吧？特别是你的话传到很羡慕，因为师母说，当他学神学的时候，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请教牧师怎么做。那你的话传到那时候怎么过？他呀。OK， 开玩笑的呀。但是师母已经做见证，他怎么看到师母的牧师的优点？我相信，大家在这里也是看到丈夫的优点。阿们。大家在这里也是感到爸爸的优点。阿们。OK， 那我今天我现在要请问结婚的男人，请大家起立。结婚的男人yang sudah menikah laki-laki berdiri semuanya。已经结婚的男生，请大家起立。OK， 好，感谢主。上面没有啊？上面没有吗？有啊。
哎，你不承认你结婚了呀？站起来呀，站起来呀！你不承认呐？你结婚了吗？结婚了，那你为什么不马上起来呀？开玩笑，哎，有其他的吗？OK，在上面有一只，那请呀，给他的有，等一下，学青，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请给给那个钱币嘛，给他的孩子或给他的妻子，这里的在上面有一个，在上面有一位。那给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说这个给他们分享一下吧。安分享，分享全部，每个人分享。OK。安你拿一下，拿后来分享其他人。哦呀，对对。这个是特别从印尼带来的钱币吗？铅笔，pencil。对。钱币。pencil。pen。哦 ，sorry，pen。pen。pen。笔啦，笔。铅笔。哦，铅笔。铅笔是 pencil。OK， 大家收到吗？在上面有一位啊。对。OK， 来，那楼上有一个，楼上有一个。如果你们的妻子，如果你们的孩子是在这里，有吗？你们的妻子是在这里吗？叫他们来呀！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里啊，你们叫他们来呀，站在你们旁边。对。OK， 好。那妻子或孩子站起来呀，陪你们的爸爸，陪你们的丈夫啊。OK， 有了。哎呀，很可惜啊，今天没有带配偶的。OK， 我给大家1分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跟爸爸说好，丈夫的优点还是爸爸的优点，也是能够感谢丈夫，感谢爸爸，请1分钟、2分钟。不客气。好吧，1分钟。对，要讲完的。等一下，4楼有一位还没有给啊。牧师也是啊，显力显会跟爸爸说呀。显力跟爸爸说呀。谢谢。大嫂跟那个感谢，哎呀，妹妹帮助跟弟弟说呀，做好事啊，弟弟的好事。OK， 好了吗？丈夫们。听太太说什么？说优点吗 ？OK， 好。孩子们跟爸爸说了吗？不知道。OK， 好。牧师，我请牧师为这里的男人祷告，不单单已结婚的男人，因为这里在教会也是还没有结婚的男人，但是他们也是要准备成为一位敬畏上帝的男人。让他们有这样的品质，请大家牧师为男人祝福祷告。好，我们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这个男生可以成为男人，为家庭来付出跟努力。谢谢你施恩来看顾，给我们有家庭有美好的支持，也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都扛起责任，成为家庭当中美好的祝福。
让我们所承担的一切能够使家人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们，我们都成为一个能够有原则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信仰坚固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有好名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好牧师。谢谢。请大家请坐，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关于我呢？我这有很短的时间感到拥有爸爸，因为我11岁的以后，就是在我国中一的时候，我爸爸去世了，所以我的家长比较多是跟妈妈活着的。那我想跟大家介绍我的家人，我请所有的家庭可以再见面来吗？大家这是我的家人，他们从印尼来的，我的弟弟是从苏州来的，但是这个是我的家人，但是我向大家，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照片，他们是在印尼的照片，当他们什么庆祝什么春节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照片，但是我没有在那边，因为我是在这里，在台湾。大家，就是我想跟大家做见证，我们的好像我跟大家说了，就是我爸爸逝去的以后，后来我们跟妈妈比较多生活的。那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就是妈妈是这次我去那个什么读神学，当我在印尼读神学的时候，就是妈妈陪我去考试，就去其他的岛，就是其他的那个学校的地方去的。她陪我考试。那后来当我考上，后来念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感到难过的时候，我给妈妈打电话，后来妈妈安慰我：“你不是选择想成为上帝的仆人吗？那你要继续走在这个这个道路，继续在神学院念书。”后来呢，我毕业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妈妈为我很骄傲，她很为我很骄傲，我是传道人。就是当我们在家，我跟我的孙女的儿子玩气球的时候，后来妈妈说，为什么你这样玩呢？你是一位师母，不要做呀！如果你的会友看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但是就是因为他很珍惜我是身为传道人。那我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就是就是2019年，我跟妈妈环岛，第一次跟妈妈出国，这有我们2个人。所以那个很密切的时刻，我也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上次就是我学位的我给妈妈了，我给妈妈奉献，因为妈妈是我能够来台湾念神学，我感谢上帝。所以我要昨天我已经毕业了，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要给妈妈我的升学道硕的学位给妈妈。那今天因为我毕业，我的家人，特别我的大哥代表我们的大家庭来台湾，所以这个很荣幸。大哥愿意来台湾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这时刻我要
我要什么？我要各个代表我们的妈妈接受我的升学导所的学位。Koko Gan bisa sekolah di Taiwan karena mama, atas dorongan mama dan juga atas dukungan keluarga besar. Gan mau dedikasikan gelar Master of Divinity yang Gan peroleh di Taiwan ini untuk mama. Jadi Gan harap Koko mewakili mama menerima jabatan ini. Sebentar. Tuhan berkati kok. 好，谢谢。昨天我的哥哥恭喜我，他握手，呀，谢谢。那现在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次我在这里讲道，也是我最后一天在荣光堂，我要感谢，第一我要感谢牧师，我来这里，他叫蔡伟文牧师，我要离开这教会，他叫陈伟文牧师，所以现在我们一同信了。对，牧师跟师母可以站起来吗？我要感谢陈牧师跟师母，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我在这里实习。本来是我的中文真的我不太好，2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我的中文很不好，我不能够讲话，但是牧师愿意接受我，也是跟执事们那时候，执事长就是天一先生，所以我感谢。后来第2年我是也还是有机会在这里实习，我很感恩，因为陈牧师是很好的牧师，他常常辅导我。就是第一次要讲道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他们花时间5次。给我练习讲道5次，哎呀，牧师你那么多时间要分这样，后来他一直鼓励我，也是他是很谦卑的牧师，圣母也是这样，就是很热情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申诉员他是所以大家变成认识我，所以我很感恩牧师，谢谢，在这里我能够服侍在各种各样的就是在Wonder 小组跟师母，后来在平安小组也是分享新闻，在学琴，也是跟金明哥辅导，感谢，也是跟社青也是跟他们一起一起交通，一起学习学习上帝的话，他们给我欢送毕业的礼物，这个这里很多照片，就是不单单跟社青的照片，也是跟学青的照片，也是跟温柔小组的照片，也是跟平安小组的照片，所以我很感动。这个很宝贵，他们纪念很多宝贵的时刻。后来，但是就是这样，我很感恩。但是有其他的另外一个活动，他们还没有放在照片的，就是我的英文小组会。这里有 Alan， 有郑权，感谢主，这个是很特别的小组会，因为有英文，但是也是他们的会有成员。有的每次新的人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以后可能是他们可以继续做用英文的小组会，因为很多年轻人有 Stella 有 Sasha 跟其他人，大家如果有对英文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Alan 跟程权一起学习中文。OK。我也跟这里的会友感谢，
这个是最后他们来我的毕业典礼，就是他们昨天参与我的毕业典礼，所以这个照片有牧师、蔡牧师跟师母，也跟林牧师也是有啊，大家在这里感谢，我要感谢大家的爱，在这里我能够感到上帝的爱，透过大家关怀，感谢主，感谢主，真的，大家对我怎么样，大家知道，我也知道，上帝更知道，所以愿上帝祝福大家。我要给牧师师母，显礼，这个。送给您，代表牧师师母的爱，好，师母的爱，谢谢。被上帝表达，谢谢。我讲到这里，谢谢。为我们的见证分享。男人们要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女人们也要成为敬畏上帝的男人的女人。不论男人、女人，我们都要成为敬畏上帝的人。接下来献诗，我们请刘忠胜弟兄。刘弟兄是那个天一兄的朋友，他是专门从事音乐施工，我们欢迎他。用这首《You Raise Me Up》送给我们毕业的传道人，3位传道人，神扶持他们，在这几年的学习也得着，能够回到他们的印尼的国来宣扬神的好福音，用这首来祝福他们。When I am done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ell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a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当我沮丧、困倦、软弱的时候，困难临到，如重担压心头，我能伫立在寂寞之中等候，直到你来陪伴在我左右。
你扶持我，我能攀越过山岗。你主使我穿过暴风巨浪，我很坚强，也能依靠你背包。你鼓我，让我朝向下。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and the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m strong when I'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hank you. 我们感谢刘宗盛弟兄的献唱，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再次鼓掌。弟兄姐妹，请起立，回应诗歌《我主发光》。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父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活水涌流，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求发命令，主啊，照亮这地。主，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观改变，愿人的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发光，让全地充满父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活水涌流，让全地充满敬拜赞美，求发命令，主啊，照亮这地。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后，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兄姐妹请坐。我来介绍新朋友，那个刘忠胜刘弟兄，他是天一兄的朋友，我们欢迎。黄小慧姐妹，欢迎，一起欢迎，永远欢迎。他是那个我们潘慧珍传道介绍的。再来，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来唱一次就好，我们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成为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为生儿女。教会事工报告，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在那个欢迎那个主任传道家人，我们再一次欢迎。那我们再次谢谢陈璇传道在我们这边实习正道，我们再次感谢他。我们请为璇园传道毕业后返乡的服侍来祷告，也为璇园传道牧家来祝福。主日后由本堂执事接待璇园传道牧家。那等一下下午2点钟的时候，我们要堂庆总彩排，请相关同工及服侍单位留步参加演练。那本堂成人主日学即将毕业，请为各班学习能有所收获，研读学习做主门徒来祷告。那下周主日就6月22号上午9点半，我们举办堂庆。那国台联合主日主题是成为祝福，充满希望。也欢迎弟兄姐妹为本堂60周年纪念礼拜来代祷奉献。那堂庆当天，请会友尽量共乘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将停车的车场留给远途的亲友或者来宾。那教会1楼接待区有60周年的打卡站，欢迎弟兄姐妹拍照留为纪念。那潘慧生传道与萧玉华师母将在6月23以及6月24上红本师资班，我们请为红本导师训练学院的往返平安来祷告。那我们陈伟文牧师将在暑假7到8月每周3晚上7点半开圣经背景课程，让全世界都知道。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5个人以上才开课。那报名请洽办公室或者陈牧师。下来，那个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将在
8月15号到16号在云林三老饭店举行。我们现在起开始报名，到7月13截止。要报名的弟兄姐妹，请洽教会的办公室。那卫理神学院新一学期推广教育课程《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已经开始受理报名。那我们的师资是陈慧秋老师，上课时间是9月19号起，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那详细情形请参阅布告栏。那一位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每周四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各项事工关心祷告。6月份执事会议5月份收支表以张贴照公布栏，请弟兄姐妹前往关心。那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补充？那以下肢体消息，请各位弟兄姐妹自行参阅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无知生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牧师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你施恩给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在今天能够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在未来的年日，我们都这样来荣耀见证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订阅